各位兄弟平安。咱早起要礼拜进前来练真歹唱的2条歌。头一首，咱来练363首。咱请司琴先甲咱弹一遍吼。363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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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来唱第一节。个代表用ทั้ง心来归拢，三个代表用ทั้ง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并请在更名之头，好主求你的名望。第二节，三个你背当心来归拢，三个你背当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并请在更名之头，好主求你的名望。请等一个，咱第3节的调含即马咱唱的拢无啥相像，所以咱第3节咱请司琴甲咱弹一遍，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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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做伙来唱第3节。三个无路，当心来归拢。三个无路，当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并请在更名之头，好主求你的名望。虽然无啥好唱，但是咱拢唱啊足好。咱搁来唱第2首，527首，恁大家拢即好唱，即头大家真好足好唱吼，总是拍甲唱好对吼安尼。来，咱请司琴甲咱弹一遍吼。来，这头前吼有一拍是无唱吼，所以来1、
咱都做个就是啦，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惊奇，咱拢正做自己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圣，因为耶稣之光明，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精神，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加冕的主听。因为耶稣空苦山也主事定。好，咱后壁就爱牵4拍，搁牵4拍，搁停1拍，再来唱第2节，这拢总有2节，吼。来，请咱备办心。起来啊！发出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耀化阳光发现，照伫你的顶面看，黑暗要掠砍全地，黑暗暗掠砍列国，总是耀化要发现照你，伊的阳光要出现伫你的身上，列国。要来就军你的光，君王要来就军你发现的大光。咱即时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527首，咱拢正做一家人，咱起立来吟全首。
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子，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这个名，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真相，我一样说出我名，我一个人的主条，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之所条。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子，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的主人来撒万不是他黑当一心，不是可他当兄弟，因为耶稣撒个安口撒干地。请坐，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请坐。这是咱看一节上帝话，记载启文第6篇，就是诗篇16章。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探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未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是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即个圣日，要甲你同齐在中间，阮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阮用倾心来敬拜阿罗你，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上帝，你统管一切，包括阮的生活甲一切，拢在伫你。愿万骹踏有向你拜跪，万喙向你学乐。主啊，阮要学乐你，你是堪得所有的学乐的。你为着疼阮人类，道成肉体，受苦舍命。你牺牲性命，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无搁再受罪的捆绑，互阮真正得到自由。你是堪得阮用一生的性命来学乐的。主啊，阮学乐你，因为你是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投靠你的人，拢是有福气的。阮也求阮所信靠的主帮站，伫4月初2，4况伫班厝伫车祸中间，医院还阁住伫加护病房的伤患，真紧会当度过危险期。也有每一位伤者，接着适当医护陪伴，身躯得到复原。恳求天父上帝，眷顾每一户受影响的家庭的需要，得以补足，心灵得到安慰，有勇气，继续来见证因人生的路。我嘛恳求阮的天父上帝，扫除阮众人心肝中的阴暗，为这个土地带来更新甲愿望，求主互所有的哀伤甲不安，转做分享关爱甲安定的动力。愿主上帝，你长阔关深的慈爱、恩惠甲怜悯，临到阮所深深意爱徛起的所在台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特别早起，圣歌队所带来学的是最好朋友就是耶稣。
这是咱的三角来看两位主家己的话，记载伫第一位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4章，咱要对32节看到35节。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讲的。使徒用大权能干净主耶稣的国活，众人也得到大恩典。34节，其中无欠亏的人，因为长残垣厝体拢袂医，带因所买银下伫使徒骹下，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第二位，咱来看诗篇133篇，咱第3节，咱大家来坐念这3节。看兄弟和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平迄个贵气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要流到伊的衫躯。这通比平迄文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恁伫遐耶和华有定着祝福，就是永远的活命，愿祝福伊家己的话。今下早起，咱牧师所带互咱的是活出搁活生命的群体。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会当三自执，互阮会当同齐来到伫你面前。愿主你震植阮逐人的心，感动阮，互阮对领受你的话语，愿得到帮助，也得到生命的祝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们。这大家平安。我想经过一礼拜的时间，咱对一礼拜进前看见遮尔大的车祸事件到大，对咱侪人来讲，其实心内底拢还阁伫咧慢慢平复的过程。连讲是咱都已经受到真大的冲击，都更较毋免讲对遐受伤死亡的人。所以伫遮尔大的挑战中间，有当时咱必须爱问，咱到底看见啥物？伫遮尔大的事件造成冲击了后，对咱的心，咱有啥物感触？也是对逐摆对安尼读上帝的话语了后，咱得到啥物款的帮助无？其实对圣经中间初代的教会，拄啊经验一个真大的事件。迄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受难是一个真大、真冲击的事件。这个事件重新咧，遮的人讲，互遮的人咧想啊，我过去到底经过啥物？对受难了后，一直到伫国外，那亲像敢若有一个新的开始一样。所以对耶稣基督国外了后，即阵拄啊受到冲击的人，开始对受难讲啊，过来我要安怎？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国外，因带着新的气力，因准备搁要向前来跑走，所以咱会当对圣经中，咱要来看到底是这个初代教会的信仰团体中间，因展现什么款的特质？对一开始耶稣基督国外上天了后，降落信神，所以圣神的降落带来什么呢？圣神的降落，互信徒开始。大家人讲别国的语言，大家人开始讲别国的语言，打破种族、语言、文化的限制，所以因开始有新的结连。原本可能因为真大的事件，大家人受到分做一个个人的时阵，佮受到圣神的感动，圣神的降临，互因重新佮成做一体，打破种族、打破语言、打破一切文化。对安尼了后，彼得来大家人讲，恁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通互你的名，通互恁的罪，通得到赦免，
领受圣神。对迄日了后，使徒开始佫继续行侪侪神迹奇事，正人有敬畏的心，学习过啥物团契的生活。迄个团契的生活，咱所读到的是，逐个人将所有的物件摕出来，卖掉家己的产业，照逐人的需要来分予每一个人。因为迄个彼此好好徛起的关系，主将得救的人逐日加添福音。这是圣神的工作。佫刷来，彼得甲约翰佫拄着一个什么款的人呢？彼得甲约翰拄着一个出世就安怎歹骹的人。出世就歹骹的人，彼得甲伊讲啥物？金甲银我拢无，我干那将我所有的互你，我所有的是啥物？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这个医治的神迹，佫互咱看见一件代志：基督的福音拍破身体的限制。迄个生来出世就歹骹的人，应该是讲社会中间，咱今仔日讲这叫边缘人，无人想要插伊。但是当彼得接近这个人，讲奉耶稣基督的名，互你起来行的时阵，福音的力量佫拍破身体的限制。或者一切受人无欢迎的人，会当重新入来到伫这个团契的中间。这是一个真大的无共款，因为因开始圣神的工作，带教会拍破这些事；圣神的工作，带教会踏出家己的界线，踏出家己的界线去接纳无共款的人。咱必须爱去袂记你，毋通袂记你一件代志。当耶稣受难的时阵，才会门徒伫对。当耶稣受难的时，原本这门徒已经毋知走的走，倒的倒，毋知走到倒位去啊。但是因为因感受国外的溃力了，因定心阁成做一体，定心阁自集，毋那是因自集，包括愿意去拍破这种族、语言、文化、年纪。这个身体限制，因愿意成做新的团体。所以当彼得甲约翰因咧行神迹的时阵，敢无其他的代志发生吗？有人反对无？遐个宗教领袖犹原咧反对啊！宗教领袖犹原咧对因发出质疑，但是即摆因所讲的是啥？踮伫上帝面前，到底爱听啥物人的？到底是恁对，还是听上帝的对咧？恁家己来判断吧。阮所看见、所听见的，袂当无讲出来。所以对宗教领袖，甲因掠掉，到后来因讲这个话了后，因无法度阁做啥物，只好放因离开。彼得甲约翰阁一摆转到家己的团体遐，将所经验的一切向逐个人报告。因不断祈祷的时，聚会所在大震动，因受圣神的充满，开始讲上帝的信息。这样事了后，每一个人一心一志，无一个人讲伊的财富是属家己的，所有的物件拢是逐个人做伙来用。耶稣基督国活了后，咱读到伫遮，他拄咱看到种族、语言、文化，到济受忽略的人受到接纳。现在因阁一件最重要的事，搬过财富的界线。原本累积财富是一个会当制造足侪界线的物件，但是现在圣神的开力帮助因帮助教会阁搬过财富的界线。路加点伫写使徒行传的时阵，伫这段记录中间，伊无先去讨论因到底安怎行，伊强调的是整个的教会一心一志，同心合意，是每一个人同心合意，才开始产生分享的行动。这无论点伫什么时刻，拢毋是简单的事，但是使徒甲众兄弟姊妹做伙咧干证这件代志，每一个人是同心合意，咧见证
主耶稣基督的国话。因为安尼，上帝大大祝福伫因中间无人欠缺啥物，因开始彼此的分享。这是咱有当时哪读的过程中间会感觉，这真正是一个典范。但是千万唔通读了伤紧吼。路加写两本圣约的真重要，头一本是路加福音，第二本是使徒行传。踮伫路加福音内面，一开始门徒拢咧讲啥物？咧讨论啥物？哦，遐个好野人要进入上帝的国，真正是足困难的。这是门徒所反映的，因为有一个有钱的人来问耶稣讲啊，要安怎才会当得救的时阵，耶稣甲伊讲啥？你爱变卖一切，分互遐个善车的人。结果迄个人就安怎？忧愁的离开啊！迄个时阵，遮个门徒是讲，看到即个现象出现的时阵，是一直咧讲，安尼到底啥物人会当得救？因是咧讲啊，迄个就离开的迄个人，代表因认同的是啥物？因较认同迄个摕到钱财转去的人诶。但是到伫现在，因感受到。因为国外的主耶稣基督，互教会展现，互遮个信徒开始展现一个新的模样。因开始有一心一志的心，要跟对主耶稣。因为迄个搬过一切界线的人是国外的主耶稣。使徒行传的教会，互咱一个充满愿望的画面，看到一个团体不断。着国外主基督的方向，一直咧向前，搬过侪界线，搬过侪限制，做出足侪改变。这对今仔日的咱来讲，其实这也是咱真大的期待。特别一礼拜之前，铁路发生遮尔大的灾害了后，逐个人拢咧讲啥物？爱改革。逐个人拢讲一定爱改革，但是到底要安怎改啊？大家人一直强调是，大家人拢知爱改革，但是要安怎改？对过去到现在，咱有伤过侪的界线，大家人徛咱家己认为的位，所以咱惯势的改变通常是安怎才会发生？当惯势的改变是一定要等问题发生我才会改，所以问题发生我才去改。但是当问题发生我才去改的时阵，通常拢是安怎？就是咱所讲的嘛，头疼就医头，骹疼就医骹。照我所想的反正我干那去补遮个空，拢是代志事件发生了后，我才开始去想，我即马要安怎补遮个空。所以一直伫遮补，一直伫遐补，敢有效？老实讲，无真大的效果。大家人敢知？这个现象，大家人知无？事实上，咱知影安尼咧改吼，永远无法度带来真实的改变。但是，咱又完全惯是安尼咧做代志。为虾米会安尼？上主要的原因是，咱对未来无一个清楚的蓝图。咱对未来无一个清楚的蓝图，所以我现在踮伫即个位。我只要有做，互人交代就好啊。我只要看到问题，我即马改变这个问题，一点一滴累积落来，看起来我嘛袂歹，因为我做足侪代志。颠倒变，若是咱有一个明确的蓝图，咱一直伫遮咧往即个方向咧前进的时阵，通常即款改变是看袂到的。通常即款改变看袂到，所以我就开始无想要做遮尔济。人看袂到的事，所以一点一滴累积到伫现在。最近大家人拢开始就流行讲另外一句，即马遮个问题要解决，毋是单独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新闻拢有看吼，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啥物叫做系统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讲这嘛是真有意思，迄代表讲，既然是系统性的问题，安尼问题伫对，所有的人
既然是系统性的问题，安尼毋是干那咱所看到即马铁路局、交通部、铁路局，也是佫有足侪无共款的单位，包括咱所有的人，拢爱踮伫这内面，这才叫做系统性的问题。但是当面对改变的时阵，咱逐个人拢讲啥物？迄拢伊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咱拢甲界线画甲足清楚的。界线画了足清楚的，反正这就是到交通部，这就到铁路局，这就到啥物人，逐个人拢足够画到上尾啊，就是安怎？拢无我的代志。所以咱用足侪界线来限制改变这项事实。虽然逐个人拢知爱改变，但是因为伤过侪界线，所以无法度改，也是。反正就问题出来，我才来处理问题就好。所以当咱咧看初代教会的时阵，咱必须重新来问：安尼因到底看见啥物？因到底看见啥物？互因愿意搬过遮尔侪界线，搬过种族，搬过语言，搬过文化，搬过财富，递到上帝会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重点是啥物？是界线，还是搬过一切？重点当然是爱搬过侪咱家己所认为的界线，搬过侪咱家己认为反正就甲安尼那尔。迄个改变通常拢毋是要改别人，是改变咱家己。因为国外的基督带来真实的改变是啥物？国外的基督带来真实的改变，是点到每一个军队的人心内底的火，点到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心内底的热情。当温度侪已经失去愿望、失去对未来目标的时阵，国外的基督出现的时阵，互因重新阁活起来。迄个重新阁活起来，互因感受到我的生命会当甲过去阁无共款，我的生命会当有新的价值，我的生命会当阁赢过过去所拄到的一切。咱会当讲，其实有足侪人是活得若亲像是死的共款，敢毋是？有足侪人活得若亲像是死啊一样。因为毋知影到底我未来的目标是啥物，反正我逐工都是安尼咧行，反正我逐工都是照这个事咧进行嘛。特别踮伫教会中间，咱嘛定定会拄着即项事，尤其踮伫团契，咱逐个人相处一个时阵，会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问咱身躯边的人最近你需要啥物事，为着你代祷的时阵，咱拢会讲啥？我想无，有当时当伫团契中间，咱彼此咧关心问咱身躯边的人最近有啥物需要代祷的时，定我特别甲少年人做伙，拢会听着因讲无反正我生活无啥物特别的，逐工都是照安尼咧行，逐工都是去工作转来厝的，工作转来厝的，想的无啥物特别通好分享的。咱敢有发现，原来有当时咱活得若亲像是死一样，因为咱想袂出咱的生命中间到底有啥物特别的，咱想袂出原来我有啥物需要别人替我代祷的，也有可能是咱家己所想的、咱所看的，拢是真有限，咱看袂到。原来上帝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啥物款的目标要带我到伫遐。原来踮伫我整个我所工作的所在，也是阮所徛起的家庭，咱的社会中间有啥物目标是咱会当做伙向前来跑走的。所以，敢若无啥物需要代祷的。咱当安尼咧讲的时阵，咱会袂记你讲为啥物咱需要代祷。咱需要代祷是咱彼此咧做伙敲吹一个超越性的力量，超越的力量带咱去看见原来
我的生命会当成就的是超过我家己所想的。搁我的主基督要点到咱生命中间的热情。现在其实甲侪侪少年人咧讲话的时阵，上惊的就是安尼，因为感觉无啥物热情，感觉无啥物特别的热情。反正我的目标就是照安尼咧工作。啊，生命中间上大的欢喜是啥物？大吃大喝。因为当然看无未来的愿望，所以扣有一点仔钱就赶紧开会当大吃大喝。超吹袂着，到底我的生命要往对行？哪亲像对我所做的事中间超吹袂着热情？咱甲国外的主同行的时阵，其实咱必须永远的会记哩，国外的主要点到咱生命中间的热情，然后当迄个热情开始展现出来的时阵，咱会发现，咱开始咧影响咱身躯边的人。所以，咱会欢喜甲有热情的人做伙，咱袂爱讲甲哪亲像无热情，哪亲像活，哪亲像死的人共款，要甲因做伙。咱会去超找有热情的人。所以，当咱的社会拄着遮尔大的事件了后，咱确实需要得到教训，咱需要学习对咱家己的生命开始改变，问。安尼，我会当做啥物？安尼，我到底会当为着这个社会付出啥物？既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若是安尼，迄就代表咱每一个人活出国外的困难，嘛参与伫改革的过程中间。改革永远毋是一个人徛伫遐讲好，咱即马来改，随就会当改啊。改革是咱每一个人。亲像因一心一志，共一个方向不断地向前。迄个改变是一步一步，一直要看见有新的代志发生。所以踮伫诗篇133篇，这是上行的诗。诗人咧写这个诗的时阵，为虾米叫做上行的诗？迄哪亲像咧爬山一样？迄是一个哪亲像咧爬山一样？因就看讲，看兄弟好好三甲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台语的翻译吼，较袂翻，较早时代，所以咱看中文、日本拢会搁加两字，啥物？这敢若写兄弟，安尼无够，搁兄弟姊妹，无就变做敢若纯兄弟那尔。到现代中文的翻译已经是兄弟姊妹三甲。好好徛起，做伙咧爬行，做伙咧爬山，要向顶悬一个目标来前进。咧爬山的过程，也是咱有经验，咧路里咧路跑，也是骑脚踏车，咱拢会发现，原本一个人出去，但是会愈来愈有同伴着。当一个人咧爬山的时阵，咱就开始发现，边仔的人嘛，甲咱诚做同伴，因为。做伙咧爬的时阵经过，就算讲咱爬袂落啊，边仔的人经过拢会甲你喊一声啥物？加油！做伙来爬，你要到啊！但是毋知迄个你要到到底还阁偌久？但是逐个人会互相鼓励，伫迄个爬行的过程，是咱确实生命面对侪侪挑战，面对侪侪困难。但是当咱想要搬过迄个困难，做伙咧爬山的过程。每一个加油，每一个咱做伙向前，虽然有可能目标还阁足远的，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逐个人会和睦徛起，彼此鼓励。爬到伫山顶，看伫即个画面，圣经阁继续安怎甲咱讲，这哪比凭啥物？贵气的油停伫头壳顶，对阿伦，对。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阁流到伊的衫具，亲像迄个祝福要对咱的头壳顶流落来，对下门的露水落伫锡安遐的山。所以伫即个诗篇中间，咱看见一件最重要的事：
好好兄弟姊妹好好徛起。诗人咧比拼的是迄个对顶悬降落来的一切。这个重点是，迄个降落来的一切代表，逐个人会当好好徛起，一心一致是虾米人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帮助咱会当和睦徛起，会当和睦一心一致，共一个方向咧前进。当咱愿意承认整个系统性的问题，咱拢是有罪的人的时阵，咱才有机会打破一切的界线，打破一切对种族、语言、文化，甚至是财富的界线。然后真实去经验迄个对天降落来的恩典，咱逐个人好好徛起，彼此分享。这是初代教会，互咱看见一个真水的画面。迄个关键就是，个我的主基督要点到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热情。个我的主点到咱每一个人，互咱去影响咱身躯边的人。对使徒开始，因开始传讲福音，开始行神迹，甚至受到压迫的时阵，勇敢向人讲：到底阮要听什么人的？阮要听上帝的。国外的主改变因的生命，互因人带着这个力量去改变身躯边的人，互这个和睦徛起的时阵是见证上帝的气力点伫遮，上帝恩典点伫咱的中间。顶礼拜咱庆祝国外节，今仔日咱要做伙领受圣餐。做伙领受圣餐真重要的事是，咱也要甲耶稣基督一样，打破咱家己，去经验迄个一心一致的祝福。伫最近这段时间，关怀部有一个真水的行动是。阮也教伫济年老无教伫教会中，袂当教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教伫因的厝内面，牧师踮伫遐主持圣餐。伫每一摆领受圣餐的过程中间，其实拢咧经验团契的感动。所以今仔日咱踮伫遮领受圣餐，毋是干那现在咱遮的人哦，包括。咱去教伫济年老无法度来教伫教会兄弟姊妹，咱踮伫遐举行圣餐的时阵，是所有的人围内做一伙。圣餐是军队耶稣的模样，所以咱其实有一个牧师就讲，其实圣餐无一定遐尼严肃。无遐尼严肃是为虾米？因为迄著是耶稣基督甲咱大家做伙食饭，耶稣基督甲咱做伙食饭，然后讲新的故事。耶稣基督甲咱做伙啉食，甲咱做伙踮伫遮，咱做伙经验恩典，然后咱继续会当讲一新的故事踮伫咱中间。咱期待要看见新的未来，咱期待要看见的是。诗篇所对咱讲，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一心一致，彼此将所有的物件摕出来，彼此分享，咱才会当去面对整个系统性的改变，才会当面对咱整个台湾受到一摆搁一摆无共款的事件了后，改革永远毋是某人的事，改革是咱所有的人。所有人参与踮伫这中间，咱就有机会看见一个新的未来。所以今仔日咱要领受圣餐的时阵，咱也做伙为着每一个受苦的人祈祷，甲因同苦同甘甜，愿上帝的怜悯教伫咱每一个人，踮伫即块土地顶面，耶稣基督的身躯为咱拍破，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所流出的时。咱要恢复这份热情，将祝福带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因为踮伫软弱、踮伫困难的时，你早都已经为着阮拍破一切。那亲像这个使徒，因面对真大冲击的时，国外的主，你定心点到
因生命中间的热情。所以，阮特别将踮伫4月2号铁路中间坐受苦的人，因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因为阮确实知未来的路对因是困难的。阮真歹会当完全了解因现主时所面对的艰苦，总是阮愿意做新的决志，共同参与踮伫整个社会的改变。愿意一心一志，毫无客气，互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的疼，要搁一摆临到即个土地，临到阮每一个人。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要做伙来领受圣餐，所以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63首，3甲8饼，让同心来较落跪落。三角八饼，咱同心来归拢。三角八饼，咱同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清早光明之头，主求你的名愿。三角林杯，咱同心来归拢。三角林杯，咱同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明光清早光明之头，主求你的名愿。三角路，咱同心来归拢。三角路，咱同心来归拢。当我虔诚归拢，并清早光明之头，主求你经我。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伊的教会陪餐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记那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讲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讲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弟弟。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耶捌传互恁的，
伫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大声，咱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管遵照你的命令，摆设一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管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管，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请咱的长老来服侍。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旁杯。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弟弟，请咱同齐来祈祷。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国我的气力，点到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热情。特别，阮纪念点伫一礼拜外进前，伫台湾拄着真大铁路中间的灾害，侪人丧失性命。犹原有侪人踮伫受伤，阁有足侪人踮伫身心灵惊吓的过程。主，阮确信，国外的主，你要为着即块土地带来新的愿望，你要怜悯每一个踮伫这中间软弱的兄弟姊妹。愿主你使用阮，互阮参与你奥妙的工作。互阮会当参与踮伫你上帝国的计划下面，愿主你怜悯阮，祝福阮，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互你的时，互阮得到你的接纳，用慈悲帮助阮，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即时用甘心乐意心来奉献。
这是咱来看教会消息。咱来看第一点，本主日第一堂、第二堂礼拜中举行圣餐，并伫第二堂礼拜后，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屋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第二点就4月14日拜三，巴克的圣经学堂邀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阿根廷的福音教会张恩义跟郑亚军传道师来分享当地教会现况，甲疫情顶悬线顶的模样。第4点，4月18是总会锁定教会的纪念主日，中学五派戴志新主任、戴义奇同学，陆中五派蔡义敏校长跟张立文同学将来请安，请兄姐关心支持教会事工，并为中学的需要来奉献。基体交通，本教会国民节就是咱所敬天梅축节后生吼，伫4月7日蒙主恩调，享年54岁。伫即要来4月17下午2点半，要伫咱的大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团契消息就是妇女团契伫4月13日要，因为咱因的地点有要消毒吼，所以改伫1楼副堂的聚会，请会后要请兄姐协助整理场地。有一点的特别报告就是咱的地下室，甲咱的1楼的厕所已经拢整理好势啊。伫即个所在，我感谢大家对这奉献。但是教会修缮基金毋是安尼就煞啦吼。咱教会真大间，请咱大家为咱教会的套线用来为即个教会基金来奉献，互咱会当去修缮得较好势。咱厕所已经好势，但是可能有欠失啦吼。但是就是咱大家来使用，顶悬看有啥物款的无好势所在，较甲阮总务部，甲我也是甲总务部员来反映。好，咱即时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咱只有短短一节而已吼。好，咱坐来念，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诗篇133篇第1节。咱做一解，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诗篇133篇第1节。好，报告请咱牧师。好，我补充几项事，咱因为地下室咧整理，所以咱有找出一寡咱教会历史的物件，放伫地下室足久，有一寡明信片，阁有一寡地仔吼，所以拢放伫即摆拢放伫礼拜堂外面，所以咱等下会当踮伫遐，咱若有想要摕，咱就会当自由来摕，好无？好，第2项的报告是，即礼拜拜三，咱圣经学堂要邀请2位传道师来分享，因一位传道师是我过去的同工吼，因对男神毕业了后。讲要去阿根廷牧会，但是疫情拢无法度出去，所以到现在为止，因拢是用线顶的方式，用网络咧牧会，所以我顶摆拄着因，伊甲我讲，我即马暗时11点半爱开小会，因为电脑病，所以我咧甲因分享会当邀请因来甲咱分享踮伫阿根廷咱台湾的教会所拄着的状况。所以，咱若是有兴趣，咱即礼拜拜三暗时就是圣经学堂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好，以上报告。这是咱念上用的诗390首，阿老天父万福本源，咱起立来念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天父万福本源，权能极大。
教尊，不如耶稣小我罪犯，罪我中不将你崩困，不如信心刚过罪尽，救赎灵力恩惠之心，不如心悲心惊心心，三一兄弟知心知情。阿门。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敬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因世代无数。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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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